身呢，一宿水天哦，一步走给一层风哦，莫啥莫西该土地呀，莫啥莫西。该土地，莫啥莫西，给土地哟。树风又调，笔筒又水天又山。我给予家婆，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阿成，这是不是钱呐？你要不要按你啊？哦，你做嘛呀？然后你天数送上去啊？有人要卖鸡无？这偌济？只1块啦。1.5cent啊？money呢？喂，菜嘞！卡奖有菜嘞！阿 Q 有菜嘞！出门呀！出门！卡奖，阿哥，菜来了！菜嘞！菜嘞！你干呀？来，出门！你留下来。阿不了，出菜！洗菜嘞！弄菜了，洗菜嘞！卡奖。卡奖，你出现嘞！哪有我过了困难，你算的，他万也算前团，莫惊，阿嫂弟呀，吼。莫惊，没事情啦，哈，没事情啦。转来来，菜嘞吼，冇足到啦，鸡哦又拖走了。鸡有看到面嘛？冇看到啊，其后鸡的平天哦，又照到做头尾啊。鸡样喊做的保管冇啊？是啊，阿哥，我冇事情啦，你就转去啦。阿母娘，你留下了。哎呀，阿母娘哦，留下来。转去唔是啊，係啦，厝妹，你就转去睡啦。唔使來啲啊，較安全啦。係啦，哦，小朋友，哦，冇上岸多，有乜事情聽講現場講，哦，哦，對咗啦，那電話哦，會留雞哦，安全去，哦，唔了，佢冇乜真好勢呢，哈。卡獎。阿爸阿妹，唔了，佢阿姑老叔們用喺度好嘛？好誒，書妹學到勁閒，阿姑跳呀就冇衰冇。
有输车，市场高毛呐，出门们本金咩都血流血臭，吓死人啊！其实两之外吼，虽然讲戴富坤啊，但无迄个出死刑啊，因还能慢一步。阿爸，我有养到个车嘞，当初就是前几年老阿姑买嘅几张人。这唔是乱讲哦。真嘅的啦，前几年有人就老阿姑买嘅，假使冇讲听，阿姑咩冇买啊？错啦，你没有谈到呢，佢干杯，佢冇买到，怪用头的啊！有的车嘞吼，早已买嘅，先探路吼，半夜让落头，你看安用哦，你就要多注意哦。注意嘛该，用的讲。你下摆鸡无调到，又不人叫，其实听说会炸过来哦。叫用个伞哦。你们一直都按捧拍哦。公园咩，当然是他澎湃的位啊。来，阿妹，我是他抱的位哦。啊，还是龙龙像哎，刚才没这样说耶。你看啊，你可以还分啊。这你同学生用的做啊，那个，做得很好吃啊。来，这件是抱的，你要把我本账年钱哦。哦，而且来了，声音像哎这个按电影像了啦哈。啊，哦，老太阳阿妹咱笑真乖呢。啊是呢哦，不然就被弄在阿姊还跟娘没有。咱也亲牛啦，咱有穿外面，按乖的到。诶，阿先应困难，应困难修身嘛，来哦。哦，含车，那按声用的是东西呢。好了，冇啦，阿爸瞄一下好冇？阿爸来瞄一下。这个给你，哎呦，哦。真乖啊！快那边，哦。阿妹，来，你要讲太给比本事。那我也讲哈。本书妹是。阿文了，该说咩呢？你谈下了。好，师妹来一，姐姐，做咩啊？走了。这今个日哦，很难得咯，一家人吃团圆饭咯。cái ngày con đó chỉ mua má đó ha. 无啦。ngài muốn hỏi là đi ra phu nhìn cả họ tại đêm mồi à đừng kịp mấy bàn này nhìn con à hẳn theo rằng anh có như này họ anh ít多年做先啊cái đồ ăn cả tôi có đi今天又出来你在夫人家用大一样俺们无法度哦一直对你的生活孤单没你唔会考虑国家吗人讲爱迄劫负命哎呦哪个石头诶还你个迷信说命哦我讲啊日本人来啊无买好事啦只有2点啊破除统山嘅迷信为社会进步就2点好
就係啊，厝妹，啲啊有當到嘅離過婚嘅，也係冇老公有在個界，哎樣嘅人哦是青島哦，唔是成我本人講法啦。係啦係啦。來考慮看下啦。哎呦，好啊好啊，繼續考慮看下哈。那個朋友哈，佢嘅親戚啊，還想喺嗰度，佢有突出哦，15年，是公家條路嘅，有意思就安排見下面，好冇？當迄個條件以後呢，係講人品也好，叫做親好嘅啊，哈。做得啦吼，繼續安樣哦吼，過幾年呢，門困啊吼。好啦，你安排啦，來啦，這點唔行啦，哈，再睡覺。來花蓮遮久吼，第一個過一個好年呢。是啊，我吼過年咧分一隻甘蔗啊吼，我三囝吼攏做新衫呢。我來遮久吼，第一個吼會當去桃園啦。公園有出去了嗎？無啦，地府考過啊。哈，老細人呢去家地府考過哦。伊阿哥收起片過啦。哦。開工咯！開工誒！你大家仔哦！大家仔哦！來哦，做工課哦！來。做咩啊？阿公唔來啊？介隻李文平哦，唔會炒。乜年啊？就先前啊，你睇唔講嘅介隻唔啊，我英文嘅啊。哦。有很多李文平啊，但是說本來吼，迄宜蘭改變個太夫人家，佢家把屍體啦，其實帶人個法團啊，使來法連。有見到一張妹啊，就叫做同山改變去做事，前2年哦，當轉來，今日喺干事所做事啊。阿哥，那年有生年又有姑娘誒。啱啱講睇啦，佢老姑娘吼離體咧，這個妹哦，本來老書面平態啊，不過破病死體咧。安尼哦。難講吼，一隻李文平吼唔會差啦。你講做對吼，我就安排分兩煞吼見下面，吼。一次比。來，係嘛？什麼啊？唔來誒，去泡茶啦。哦。馬自己上，按上你個，來對，多謝啦，吼。來，謝啦。阿叔，歹勢甲恁叫了，這。啊，歹勢呢？哇。謝啦。阿公，這樣是啥？什麼？阿嫂。這樣的。很哦。安都好。你有啥？之前有疏失啊？有見過面啦。哦，有買疏失嘅？阿哥，今日啲記錄風，最可記人來聽書誒。哦，安永啊！哎呦，真是
有缘啊，有缘。迄个阿勇，我就本留下这个供下花咯，哦。哇，點解啲純菜嘢入嚟了？哈。双摆做你的快铁，真好吗？真好诶。暗桑，哈巴讲暗藏，我路真ではないの。はい、フロンジンです。不過，我合法迄啲同山學嘅，佢經驗，客家鄉親天數同道，未對我稱好。そうですね。じゃあバーと暗さんの日本語の。日本語はうまいですね。はい。透視說了客家語。哪怕喊出來時節，基本上3姊妹做迄套書。哦，安尼哦，我知道安尼以後呢。其實我沒好讀書，我不實際上，假使有人做得到我討論書的內容，很多小事的。そうね。一个人来花莲，还好吧？还想一点自己的事情，还好。什么事也跟我讲，我都可以帮你解决。OK。题吗？我们都讲好了，等小孩长大嘛。那一天是小孩得了最佳进步奖，我一定要帮他买个礼物啊！这些你都懂啊。好了，没事了，啊。陪我去海边走走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小孩，好不好？你不是不要小孩吗？这不是你人生规划啊。我们不要再联络，好不好？我们结婚吧，嗯？你现在答应我，我马上回去离婚。
好啊，你离啊。你敢离吗？嘿，你现在答应我，我马上回台北跟他离婚，马上。校长，这衫你喜唔喜爱做我嘅多衫？你是爱嘅多衫吗？唔知呢，哥哥，我使记啊。还忙得死啦，先睡好吗？嗯。三妹，舒心平安。头一摆无伫屋卡围炉过年，顺便老爱主动上屋卡。阿哥讲，爱嘅夫人家在书面底下上班真辛苦，故说请人小嘅一个好老人，按照李安平伫康秀秀做事。阿妹，明白。睇住阿官人咧，有样啊？对方係好老人，有條路要活嘅。很好哦，總算有很感人咧。睇住一下過到東好，唔是少啦。好啦，我去下先嘅本去。
唔对么？乜嘅事情啊？一下來嘅人，迄條街親親呢？真嘅啊？係啊，唔點乜人哦，會冇條路誒。難怪哦，大家看起來哦，面有面見。哎，恁講啦，咱已經吼，攏直接做遮爾久啊啦，就算咁要甲咱石頭咯，嘛應該是後面來靠查某，毋才對啊，你講對無？對。唉，毋過吼，就驚咱工頭的啊，唔甘啦。本來啦。收工咯！哇，你今日分到人有動到呢？係啊。很切咧，啊，本也買貴啊，使得哈。哎，總買幾人盤都5個，要幾多啊？用誒，5愛啊？係啊。我就拿去啊。拿就拿，冇上驚哈。唔係，等下留下嚟下，好。哦，好。發啷個？好。什麼呀？家家都去欺負係嘛？冇啦，兄弟啊，可能返工無爭，攞幾條工無返啦。係嚟啊！喺下嚟啦，阿強哦，老係講，想去前幾年嘅事嘛。係。我啷注意哦，也有嘅啦。也有嘅啊？係，嗰條部門哦，都好有十幾年嘅事啦。哦。人家見到當哥呢？唔過。大張嘢咯。做得了2年呢，好對咯，做得掉到過去哦，冇，啊工廠當多年以來啊，點啊，我都受唔到樣嚟調度呢。什麼呢？上老藝安排一個些。唔是客氣呐，阿長咪上去咯，嘿，捱結拜咩？係冇，假老妹，嗱天災天書嘅啊。牙哥問老唔講啊？講乜嘅？我結婚呢？嚇？我冇辦法再做誒。冇辦法做啊！好好點我結婚咯。沒有啦，有一隻盤，哈，安尼挺好啊，恭喜哈！恭喜啊！阿超，歡喜，光頭能講乜嘅啊？佢老係講哦，光頭部門有幾年嘅事啦。好啊，錢多呢？唔講，我老爺飛踢咧。哦，阿超，我愛家人咧。家人？係真嘅呢哦。我個注意啦。我出老唔過，切家土冇嘢辛苦哦。家人啊，懂好。啊，佢啲做乜嘅啊？佢頭康學校做事，老佢本用力踢咧。今年哦，係董事文啊。董事文。唔過樣誒。佢係好多年。哎呦，好咯，客家未強樣啊，最時鋪來嘅咩？一下哦，你花蓮有條路斯文單身的行人冇嘅啦，人好較實在。恭喜哦！出面東西梳好嗎？梳好就先睡，
卡酱。天公一大早就爱出发系么？系啊。佢见我老恩沙茶嘅强用么？也唔知呢。卡酱唔好去你我卡系么？唉，冇啦，先睡好吗？加睡哦。也是爱两姊爱都也见过嘅亲密意呀。我老卡讲，伊也就冇睡好。虽然都欢喜，不过心度也有一些些不安。唔知未来会係樣嘅。一次比。相爱同一次，一次比。准备好了吗？啊，好诶。苏妹啊，要不然国家来代表政府啊，做唔只条新电法。什么阿公阿嫂？哎，新有冇同数？文亮，来拿一台哈。好。是讲，什么啊？咱冇较少岁的衫哈。冇相干啦，岸上哦，没都是给你们。说对了，请讲。是嘞。金勇哥，安坐，好自己找。应该很快爱见阿哥阿嫂的。对啦。怎么样？来看时间是差不多了，准备出发了。安长，那就老出门了，出门搞混了。那对。阿哥，阿嫂，一鋪塔不起，又會塔好，素養都會淡。什麼阿哥阿嫂，一年人會照顧。好了，出发了。苏妹。大家出发了。
阿妹，请喝茶。会晓讲河洛话无？会啦，简单会晓讲啦，剩下以后才豆豆学就好啊。阿姑姊啊，恭喜哦，娶新妇啊！汉办，我嫌记阿婆，嫌多少？多少？阿母唔晓讲哈，也部分唔就较辛苦着了。顺妹，用火炉花讲到比较上好，莫搞记哦，好冇？嗯。娶一个客婆啊，还阁嫁一个对桥骹的。恁新妇哦，生做真水呢，啊，甲恁后生哦，足速配的啦。速配？恁敢捌看人安尼？结婚啊，无一点仔红。外底唔着慢来看啊。阿母，阿平，加班哦。哦。加班。这饭啊，安尼咸笃笃安尼啦哈，哦。不要紧啦，安尼甲我配饭啊。歹势，汉办唔买的。你嘛做伙食？什么？无规矩哩。我着去做好事。厝妹，也部分我会老母讲，你先委屈啊。含蛮煮啊，食袂哈。孙妹，唔等下，我留阿婆叫我睡。我会老卡讲睡了。唔怕啦，去填水管的，俺肥仔就本去伫遐洗。查某囡仔，你来教我困。唔免啦，伊当来也袂惯是，互伊讲困啊。当你娶某是要创啥？啊，就看讲破，是这。来，门关起。你困觉。
你困唔困？安尼尿尿车是去创啥？紧困！出门因为喏，来，快讲到啊。出门哦。阿姐，帮我照相。冇相关啊。咱有在意啊？唔是啦，既然个迄整件水唔干的，怎么安尼？俺不要研究恐吓水啦。安尼刚好。不要紧啊。每次都要用很多小姐。睡了。出面来。嗨。ちょっと待って夜饭掉哎。哦，ありがとう。卡车生意。诶，阳光好多位哦。阿母唔晓讲哈，故说两位叫好杯啊。我卡搞本来唔是想样讲。厝的交互我。厝的交我免烦恼。免烦恼。厝的交互我免烦恼。厝的交我免烦恼。讲到以后，真嘅，今日落去了。真的。真。他讲，阿 Q 做乜该送新电话？因为新电话系多子多孙的意思啊。眼底咧，阿 Q 希望他讲多子多孙哦。唔当真哦。乜嘅系多子多孙？多子多孙啊，就是小娃生啊。他讲一下有小娃生么？有五老多上在卡强身边，卡强就小娃生啊。阿嫂，嘿，你写的意思啊？人来就好诶，又含带东西，喊你点哦，莫再给我带哈。那你吃茶啦？安子说，你说看起来以后呢，唔会再个结头见面呢。哎呀，老妹说对你好哈。激动上来，身体又好，没动下生意呢。哎呦，真好啦！唔介意你好老公哦，我老娘讲是真欢喜啊！啊，人家娘嘞，对唔好嘛？因为其他唔适合，故说我以后会开始很好咯。以后啊，人好咯，学当家，可以保就关的啦，哈。有一件事情
唔对我用伊讲，那个事情啊，也家娘上爱难顺的，系吗？头摆老阿贤的生意呢无摕来，就一次无个讲，还得讲，还没讲唔出来。莫上暗道呐，佮身体唔好，就买地位佮补的来说啦，去甲炖补啊。遐秋群的哦，有一件迄摆嘅出神娘的，当然呢，有行啊等礼拜，吼。呀种事情哦，真嘅唔对我老妈人参详，我得用佮大家就迄是家人咩，经过啊，就老爷准做兄爷每家，有限就转来了，吼。啊，说什么？有限讲什么？不啦，说啥啦？恭喜你，胎儿一切正常。请问会很痛吗？以我这年纪，如果拿掉，会不会很可惜啊？你确定？哎呦，唔看，规工甲迄番仔做伙一世界拍拍走，唔知死我哩！伊甲我爸真侪物件呢。苏妹，你们哪桌上要摸的摸？插头插面看就知啊，也使阁问啊。摸起来，你老兄啊！好好。十三个，你用迄石头要拿地好死哦！你的心肝底感觉我这个做老母的，都爱有家己的囡仔，才有幸福。一次。